来看高雄市正式成立特殊大队，是国内第3个南部头一个摕到国家搜救能力认证的县市。今仔伊嘛展现消防机器人 VR 拍火设备等科技救灾的设备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队员手抱搜救犬，看看耍规，准备要对3楼悬的所在降落来。这是高雄市特殊大队演习伫溪坎救人。一来到地面，搜救犬随开始四界找受困的民众，找到人就大声飞。边仔队员也随透过这台全新的消防机器人，将伤者插起的冷桥顶悬，顺利完成救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由我们的搜救人员先将我们受困者呢，可以直接帮他放置在拦式担架的上方。那放置上去之后呢，由我们协助确认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改由机器人来克服地形，进行协助救援以及搬运的动作。高雄市特殊队伫去年摕到国家搜救能力的党型认证，是国内第3个，也是南部第1个摕到认证的县市。今年特殊中队升格做大队，救灾设备包括机器人、无人机等等。其中这项 VR 拍火设备是上新的，透过科技的辅助，和队员练习拍火器的使用，会当减少环境的污染、资源的浪费。实际上的火场迄个感觉啦，有一种模拟的感觉。啊，不过伊会当克服讲这个场地可能袂有迄个环境污染的问题。成立2个分队，所谓的特种第1分队跟第2分队。那未来我们会朝向第3、第4、第5，会陆续规划成立，而且会有所谓的机能化发展哦，比如说针对所谓的山域、水域。 然后车祸救助。特殊队讲，目前第1队甲第2队分别是设伫南马坑甲小港，后续阁有3个分队要设，希望会当提升高雄整体救灾应变能力。记者柯家族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